好，嚟日開閘嘅時候，巧手生花淺藍衫唔算好快喎，外邊嗰匹啊，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和平波啦，中間有鴻運帝王港邊小區啊，外邊遨遊氣泡響過第2位到啦，咁啊再後多層啊嘛啦，內欄大約咧就第5位就合夥奔馳啦，中間第6位紅衫係竹園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呢仲有神智勇進啦，咁啊巧手生花淺藍衫啦，內欄橙衫陽光勇士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美麗同享標誌銀河暫時響尾4啊，再後邊嗰3匹馬啦。分別有東貴斯啦、晉偉提啦，暫時殿後嘅馬匹係手機標霸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1000米嘅段處啦，外邊呢和平波慢慢走咗上嚟啊，中間有遨遊氣泡啊，埋邊有合夥奔馳啦，神智勇進外邊亦都走咗上去第3啊，第5位嘅馬仲有港邊小區啦，內欄第6位即係仲有陽光勇士橙衫嘅，出邊係鴻運帝王啊，馬林中間紅衫粉紅帽係竹園啊，響外邊呢仲有巧手生花，尾5響外邊呢黃藍格仔衫嗰隻呢就標誌銀河啊，後邊嘅馬手機標霸美麗同享東貴斯啊，內欄包咗落尾係晉偉提啊，入直路嘅時候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和平波遨遊氣泡第1隻上嚟挑戰啊，外邊位置仲有神智勇進偷入邊上有晉偉提喎，外邊冚上嚟係標誌銀河，中間位置仲有鴻運帝王同埋竹園啊，最後100零米神智勇進透出咗埋邊遨遊氣泡啊，中檔位置港邊小區追，外邊仲有鴻運帝王，出邊係竹園，最後100米到遨遊氣泡上翻嚟，終點前將神智勇進趕過埋，贏出今屆浪琴香港1哩錦標啊！睇翻遨遊氣泡臨尾嘅姿態，最後100零米，以為神智勇進外邊冚上嚟嘅時候啊，遨遊氣泡交出強橫嘅鬥心，響入邊喘翻上嚟啊！而呢匹遨遊氣泡繼上季成為3冠長途王之後，嚟到今季第3個回合啊，咁啊結果輕鬆順利贏出呢場浪琴1哩錦標啊！遨遊氣泡衛冕成功，今日唔單止係氣泡，係傲視同齊。跑第2名神智勇進，第3鴻運帝王，第4就幾隻都好接近啦。係咪港邊小區好似稱多少少呢？第4啊，應該係啦。